这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无论你甲我同心祈祷，也是你家己要开喙祈祷，愿你用祈祷的灵甲心来到伫主的殿院内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听堂的内面，日日伫主你帮赞。这个时，阮要撑起阮的心，来到你的殿院的内面，阮要对主你遐领受你圣神的同在。特别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阮愿每一人拢有圣神甲阮同在，互阮的心甲阮的灵，真做芳的祭献上伫主你的面前，愿你来甘纳。愿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来吟圣诗38首，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以做你大开力拯救，你着俄罗尊崇。535首，福音钟声得大谈，传到正海甲正山，报传得救欢喜消息，白白赏赐你甲我。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万万人，信靠救主无论啥人，为得永远活稳当。福音钟时时弹，传到正海甲正山，福音钟直直弹。报福气，互你甲我。来，咱三个来吟第一节。福音钟声地大谈，传到正海甲正山，报传喜救欢喜消息，白白赏赐。世间万万人，信靠救主无论啥人，为得永远活稳当。福音钟
390首。啊？哦，389。阿罗上帝至悬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赛，天下万民，永远阿罗，爸囝圣神。这是最后回应的诗歌，短短一个诗歌尔。希望咱逐遍在唱的时阵，最后的回应的时阵，咱会当用迄个真肯定的语，迄个开口来吟，即个叫阿罗上帝至悬至尊。好，咱搁来吟一遍。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得用心灵甲精诚实来敬拜伊，请走乐。
若有气力做好，毋通拒绝，着帮赞需要帮赞的人。你若做会到，毋通对你的厝边讲，你转去，明仔日搁再来，我要互你。这是咱来唱圣诗，圣诗38首，请起立。无路全能的主上帝。请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求你听阮微微的祈祷。阮是一个有罪的人，阮第一件代志要恳求你原谅阮服侍的不足，常常随家己的意思，无尽力做大。阮常常随从阮家己的私欲，无体贴你的旨意。求你赦免阮的过犯，求你赦免阮的罪过。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使徒行传内底第一代的使徒是安尼啊敬虔伫你的头前，求你合阮会使认罪，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阮降服伫你的脚前，求你搁再一遍做阮的主。主啊，台湾经过济的民主选举，选出新的总统、新的立法委员，求你带领因有智慧，
因申诉有正直，判断有公正，互台湾各项的事工甲社会公益，拢会使照着主的旨意得成，互你的国降临伫台湾，互你的旨意诚做和台湾做为诚做上帝的国度。我嘛要为着4月3号台湾花莲有地动，真侪个厝地甲足侪个兄弟姊妹受伤，玉山神学院需要重建，以及侪人的心内，因为地动心内足侪个艰苦甲惊吓，求你来安慰，也求你来帮助，求你来互阮的心灵得到平安。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身体有病痛的，求你来怜悯，求你赐下医治的圣手，和因的病痛，和阮的病痛，拢会使得到你的医治。主啊，和阮有能力的时阵，阮常常来你的面前祈祷，阮常常关心，阮常常无煞，和阮教会内底，虽然阮为着服侍有侪意见的无同，求你和阮彼此会使，你为着主的代志着无的时阵，阮也会使彼此代祷，彼此赦免，彼此关怀。感谢主的恩典，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启用，咱只是来启用诗篇的第8篇，也是启用文的第5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地灵。看着你亲手创造的天，人算啥物？你要遐尔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花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咱即是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6章25节到34节。差不多半暝，保罗甲西拉伫祈祷，吟诗学罗上帝，其他的犯人拢注意伫听。忽然有大地动，直到监狱的地基摇颤，所有的监门随时开。犯人的锁链拢落去，各家的人醒起来，看到家门开，想讲犯人拢逃走，就不倒要自杀。保罗大声话：毋通伤害家己，阮拢伫遮。各家的人叫人举顶来，撞入去。皮掣拍伫保罗甲西拉的骹前，然后带因出去问讲：先生，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就会得到救。因就将主的道理讲互因甲因全家的人听。迄暝。各家的人带保罗甲西拉去洗空喙，然后伊甲全家的人拢随时受洗礼。因带因入去因的厝，准备物件互因食。因甲全家拢大欢喜，因为因已经信上帝。这是咱请圣歌队
来学乐。讲道，只是咱要请陈炳勋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互别人因为你得到福气。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有感觉我面熟无？有吼。半年前有来咱教会，伫台神的奉献主日代表来咱教会。今日是玉神的奉献主日代表来咱教会请安报告甲讲道。伫今日的题目的中间，互别人因为你得到福气，这句话伫圣经内面有足清楚的记载。毋知你有这款的心志，甲这款的生活的行大表现，真正互别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无？若有请举手。哇，真好吼，好，因为牧师会请恁举手，就是见证吼。因会当安尼做，恁大家拢会当做无？会啊，拢会当啊，因为
互别人来信主，毋是你的权能，是上帝的权能。咱只不过是互上帝用拿定。伫今日咱所共读的圣经，咱会通看见，什么？为着福音在拍拼的人，既然互逼迫，佮关落家，使徒甲西拉，安尼有辛苦无？有辛苦啊！大部分人感觉袂啦，还好，因为基督徒踮伫即个世间，袂免的拢会互人排斥，因为无信主的人，伊袂通了解你咧讲的福音的意义到底是甚物。因为搁伫社会整个的情景的内面，人拢是为着经济咧拍拼，所以现代的选举，若经济用的好，伊的政见若甲经济有真大直接的关系，大部分拢选会掉。但是迄敢是人的意义嘛？人的意义毋是这，人的意义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话光照着咱黑暗的心灵，互咱的黑暗真做光，会通用上帝的光来行来跑走，也享受着上帝的听无煞。大家有愿意安尼无？哇，真好吼！伫咱今日所要分享的中间，毋瞒大家，伫咧听的中间，也要注意你家己的灵魂活命的情景是怎样，来做一种的思考甲比较。若做有够的，牧师要甲你讲恭喜；若做还袂够的，牧师也要甲你讲恭喜，因为你有听见这个声。你就知要怎样去做，因为上帝要对你讲话，毋是我，是上帝的心要对你讲话。所以要甲大家做伙分享，基督徒的人生是见证的人生。为什么？因为最人会因为你的行大的关系，伊可能伊就进入教会。欢喜来甲大家享受上帝的听无煞，来归入上帝的性命。也可能因为你的关系无好的表现，无好的见证，直到伊永远无爱进入教会，无爱信上帝。那呢，你的罪过就大了。所以咱家己爱清楚明白，咱是毋是有实在顺主来活出美好的见证。伫箴言的中间。牧师有安尼讲，因为咱要互别人来，因为咱是基督徒的关系，来得到福气。实际上，我的信主就是安尼。有真侪同学用心咧传福音互我，我阁甲因票上，阁无爱插因，阁甲因赶互走。但是当上帝听恁教的时，你拔都拔袂开，你塞都塞袂开。相时，你的心内充满欢喜，你的心灵是活泼的，你的心灵就会改变，因为上帝予你是个新的活命。所以，当你信主了后，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初信主，伊的面容拢是安怎？10点10分对无？但是啊，咱袂使因为咱初信主10点10分，哪行变到7点25分，千万毋通。咱爱记，人的性命是永远的10点10分。是的，这就是咧为主做见证。所以咱必须爱时时刻刻有喜乐的心境来庆出伫咱的面容的顶面。互人看见，哇！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好啊！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好，所以咱就要知影，基督徒爱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是基
基督徒的生命的中间真要紧的一环，因为基督徒知影，麻烦进入到日本论，头一个基督徒伊知影啥物？爱专念倚靠上帝来活。大家有倚靠上帝来活无？有吼，那会记的，特别伫你拄着艰难困苦，你就会掠着上帝。人上容易离开上帝，就是你事事拢顺利，就会忽略去，甚至骄傲就浮现，直到你离开上帝远远。因为骄傲的人无有上帝，只有伊家己那定。所以，咱千万唔通讲我伫艰难困苦，较要来就近上帝，千万唔通。因为咱基督徒的活命，就是时时刻刻不三时，就是咧享受上帝的疼。所以你若有这款的心境，你所活出来，就会带互别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所以有侪人捌安尼讲，迄个人看起来好亲像是基督徒，因为迄个兄弟姊妹伫伊的生活的迄个模式，以及伊的迄款的迄个形体，互人感受会到，这是基督徒的活命的款式。因为伫咱的信仰的活命，有侪兄弟姊妹就捌互人安尼问过，请问你敢是基督徒？你拢毋捌的人哦，伊会安尼甲你问。佮牧师若做咧做好诶，有人会甲伊问：你是牧师吼？我毋捌你，这我捌拄过。感谢上帝，互我有即款来为主做见证。但是这我毋是咧标榜，是要甲大家做伙分享，大家拢会有法度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咱毋好提示上帝对咱的疼。咱就爱专念倚靠上帝来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咱专念倚靠上帝，后壁牧师有特别讲，因为你知影上帝永远是真实的。大家捌经历过无？经历伫圣经所讲的，譬如讲马太福音11章28节，恁既若着我担当大的，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大家捌经过即款的应允无？伫你的心灵生活的中间，捌拄过重大的赤牙手？有吼，嘛袂少吼。伫即个重大的中间，你上帝求讨，上帝替你来担，也全然解决，互你进入到迄个平安喜乐的情景的下面。有诶赤牙手，哇，嘛袂少吼。OK， 所以请会记诶。上帝的话是真实，毋是虚假。若上帝的话是虚假，你今日袂坐伫遮，就是因为上帝的话是真实无假，伊要帮助你生活一切的需要。所以上帝的话不三时，就是咧提醒你；不三时，就是咧坚固你，也咧甲你分享，讲囝的我伫遮，所以毋免惊。上帝就疼咱亲像囝共款，伊遐尼疼惜咱，所以咱千万毋好甲上帝撒甲远，咱得爱甲上帝揽条条，因为咱的上帝也甲咱揽条条，伊无爱咱离开，伊时时刻刻拢开伊的双手，在欢迎大家进入到伊的心怀的内面。如果你若真正有得失上帝，你请会记，毋好放弃，千万毋好放弃，就爱到上帝面前屈落来认罪悔改。上帝伊就要施恩赐福伫你的心上，但是咱千万毋好进入到伫讲甲认罪却无悔改，迄就甲无认罪共款一般样。因为你的生命无改变，归向伫主，所以就是安尼无认罪共款。咱一定要悔改，悔改就要行出迄款的美好的见证出来。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想讲咱拢是义人，咱无可能。咱最少伫咱的心灵内面，有时会怨恨人，会累骂人，捌无？
冇有安尼，吼，足生气的安尼，哦。但是请会记的，上帝爱你认罪悔改，所以你唔好烦恼。上帝时时刻刻就开伊的双手，在爱咱来就近着伊。所以咱全然倚靠上帝来活的人，伊的生活真正是真自然、真欢喜。因为全然信靠上帝来活的人，伊的确常常会读圣经，的确常常会伫上帝面前屈倒来祈祷。祈祷的含义不但是恳求，搁安怎顺服的含义。其实祈祷的含义的内面有侪项，有信靠、倚靠、交托、听候等等这的一切。你的心灵就因为祈祷的关系，佮上帝应允的话，你就充满喜乐佮平安。所以全然信靠上帝是何等的欢喜。人袂免得伫这个世间，拢会拄着艰难困苦。所以下面咱来听这位兄弟，伫伊家己所写的诗，伫伊所写的曲，来唱出伊的歌曲，互大家来听。检测你一听，佮听伊的歌词，佮头前的这个介绍，你就知影迄是虾米人。请咱的同工来放这首诗这首歌。这是去年牧师甲咱讲，我阁要答应用一个歌来互恁听。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哦，就在我眼前。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
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听了有啥物款的感受？这位小兄弟本身是基督徒，伊所拄到的艰难困苦比咱搁较多，因为伊比迄一出世就完全无法度看见的人搁较艰苦。因为伊的目睭捌看见，捌看见这个世界，所以伫伊所写的书的顶面，伊讲恁所讲的天顶的迄个哪是甚物款的哪？是毋是我记忆中迄棍的遐的白云的背后的迄个哪天？所以这表示就是伊捌有看见。但是后来佫真侪全盲的人，伊无法度看见。迄款的心境，可能咱无法度体会出。但是咱逐个甲目睭闭起来时，你敢要安正，甲咱伫即个礼拜堂安正要行去到后壁，你有法度拢免看，直直行到迄个所在无？牧师要甲你讲，你绝对会去弄到这椅啊！因为人目睭若闭起，迄个平衡都无去。所以必须爱阁有手去小摸一个，较会人去感觉讲，我真行咧有四只无。所以萧峰基兄弟，伊本身甲伊内面迄款的心境，用这个诗词写出来，用歌来唱互大家听。伊也袂去惊遐讲无信主的人听了以后无爱听伊的歌，因为伊的歌词内面有上帝，伊甲上帝高举做第一，所以伊无惊吓，伊也无伫烦恼。就是因为伊全然信靠上帝来活，因为伊知上帝永远是真实的。有一天，伊嘛要去朝见上帝，到伫上帝遐，伊的目睭毋是看无，因为世代的情景到伫新的天地的时，都无搁再有过错的情形。就是拢伫上帝的掌权的下面来咧进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千万毋好害惨讲你足艰苦的，你足辛苦的。
侪人的辛苦比你搁较重，但是咱会通看见伫即个世间，有侪人咧经历迄款的痛痛。其实咱台湾即马就已经咧面对这个情景。咱看咱的国会的迄款的混乱，如果无读条文就讲安尼要过，所以过来的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需要咱侪基督徒背后替因的祈祷，也毋茫有一天赖清德总统会来信主，萧美琴副总统会通继续为主来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也好亲像伫美国南北时代的战争共款，侪人咧求讲上帝啊，你著徛伫我即边，我才是正义的。无论南方北方，拢有安尼祈祷，独甲有一人的祈祷无共。这个人的祈祷就是北平的总统林庆，伊的祈祷：上帝啊，办藏阮徛伫你身边。这是伊家己的自觉，伊毋茫讲伊所做是合理的上帝所教示的，所以讲求上帝办藏阮会当徛伫你身边来咧进行这一切的事。到伫战后真正南北和平对待的全国拢会通斗阵做伙，所以成做世界上强的美国。真正因是无共款，为虾米？因为因立国的根基是用圣经做根基，毋是用人，所以每一届总统的就任的誓约，都是爱看着圣经来的誓约，讲伊全然信靠上帝来行。当然，就要看这个总统伊本身有实实在在我靠上帝来行啊无。所以人讲咱是基督徒，总是咱有全然我靠上帝来活无，这是咱爱面对的功课。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你也毋免烦恼，也毋免惊。上帝是全咱开力的，伊会做咱一切的帮助。请咱来看诗篇46篇的第1节。东港遐敢会当找到咱教会遮迄个应用孔遐敢有网络？敢有？你拍迄个台语圣经汉字本，迄就知。如果遐若有接，就会找到。无好，不要紧。大家有查圣经无？头前有圣经无？然后摕出来看。会记啊，该家己查圣经，因为教会所准备的圣经是要互外地来礼拜的人来看，毋是要为大家来迄落来备办。所以咱毋好甲即个意思，甲伊用歹去。家己爱查圣经，安怎？你阁会通写笔记啊？重要的写伫迄个所在，迄是另外写伫笔记的内面。诗篇46篇第1节，来，无论你用的是什么款的版本，你看还是要用什么款的语言读，拢会使，伊伫遐安怎讲？上帝是我逃闪的所在，甲开力，也是我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亲爱的兄弟姊妹，请会记，及时的帮助，伫你的需要马上就到。所以人伫危难的中间，若心内会想着讲主啊救我的时，你就会得到。即届4月初3，花莲的这个大地震，相信也有侪基督徒有去经历到。虽然有的死亡，有的受伤，但是有的真正性命得到保全。无论是对一款，请咱会记，互地死的，遐毋是应该的。会通活的，也毋是讲你的福气较大，
因为这拢有上帝的美意伫咧。伫上帝阁留你活命，互你知影好好去思考，上帝怎样要留你活命？佮为什么有侪人伫灾难发生的时代，人拢活过？因为上帝伊对咱的创造，互咱的人拢有良心伫咧。看到别人的辛苦，看到别人的艰苦，咱就会活过，会去帮助着对方。这就是咱人受造就、受创造的水的所在。个咱后来会通成做基督徒，上帝阁特别会赏赐咱有这款的气力，甲看见。虽然即摆无报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去伫遐做偌济工，拢无。伫9日地动，迄个较大，就较快会迄款的声音出来。基督徒无去广告，其他的宗教因就去广告，因做偌济偌大，因为要替你公布这的人会甲你摕钱，我替你来报几分钟几百万，算百万的。咱教会讲唔免多谢你，阮家己会去做。所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伫9日地动到伫现代，还阁咧做这的关怀的工作。所以咱有一个平安基金会。有足侪社会机构，但是伫遮的人有需要有侪遮的怜悯的朋友，所以玉山圣学院也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其中的一间圣学院，伊咧培养造就侪遮的原住民的传教者，通因受好的造就了后。转去到伫家己的故乡、家己的族群，会通伫遐用因的母语来伫遐咧分享、甲提醒、甲帮助。所以，请咱会记的，圣学院毋是甲一个人朋友正做传教者，就放伊自生自灭，毋是，还阁有继续教牧的座谈。的训练，所以每一间圣学院拢有迄个教牧的分享，甚至阁提倡教牧博士班，互你继续来读册。上时伫遐的讲座的中间，要得到马偕病院、中华基督教病院、新楼病院，以及侪咱的兄弟姊妹私人的基金会。来支持这个工作，所以目前才有法度继续来学习，伫这个社会变化的中间，怎样来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通互咱兄弟姊妹会通徛在，目前家己本身也着徛在，因为目前所拄到的引诱实在真多，伊魔鬼要讲是讲这个头。一个头若倒去，全部都拢倒去了。所以，大家有拍保龄球的经验无？大家有拍保龄球的经验无？恁若肯要恁对一支，会全倒啊？中央甲第二支会较活中迄支。恁若全连中央迄支无拄全倒。表示我无数有影捌练过，我足趣味哦！我头一届经验，我还阁足细汉，大概是国校，毋知5年、6年，走去拍保龄球，当然用细粒的。我毋捌拍过，安尼甲单伊拎落，全倒。我家己我过来咧，3支、2支。无就去洗狗啊！所以人无法度讲伊是作恶的，因为人你所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也好亲像你咧拍保龄球共款，
无拄拄拢会转倒。有济就是伫遐，你无法度甲拍倒。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咱就是全然信靠上帝，咱才有法度来面对。你的生活才会快活，你确实才会去享受上帝的听无煞。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千万毋好害惨。讲上帝啊，你无听我的祈祷啊，是哪别人有我无？咱就要来想，你的祈祷有合宜伫上帝的心意啊无？迄是你的妄求、凊彩求，毋通认为讲家己是公义的，我安尼祈祷是好的，所以上帝你得较爱听。请会记的，头家是上帝，咱毋是头家。咱就爱甲头家恳求，头家才会互你好的回应。你的恳求是合宜伫伊的心意，你才会通得到好的恳求。所以，当咱全然信靠上帝来活，伊的生命的表现，就是第二点所讲的，咱就安怎？全然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甲听。第二点 ，Hello。第二点，咱就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甲听，因为这是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是基督徒因为伊真要紧看重迄个无信主的人的活命会通得到救的迄款的情景的时，伊巴不得安怎紧紧将福音拢传互伊。但是，这个福音毋是你所想的福音，是圣经甲你讲的福音。所以，咱的所传所行，毋是咧传你家己的财物甲经验，是咧传讲上帝的话语怎样对咱讲。若搁较好，你规本圣经你会通读甲真熟，会通来介绍互伊圣经的内面全部拢是英文，因为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听，就包含英文伫咧，就是要修饰互咱每一个无信主的人，甲信主的人。所以，咱基督徒的活命的款式，咱会当甲用作讲，基督徒的个性，就是会通进入到迄款袂当生去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甲听。咱拢真大方、真慷慨、真自然。毋是激出来，是真自然，甲人分享上帝的听。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有欢喜要甲人分享上帝的听无？要无？要吼？若要，请会记的，好好去读上帝的话，好好甲上帝祈祷，好无？好，因为你若有安尼行，你就知上帝要叫你做啥物。比如讲，阮做牧师的要去对牧会，毋是讲我介意要去对一间教会牧会，我就要去，就会当行无拄拄。你爱甲上帝讨，你爱甲上帝讨。讲上帝，你要找我去对，我就顺服去行就好。当然有侪人会讲，上帝无你带我去迄大间的教会，舍礼搁较济，啊，搁有遮个。干事帮我做足济的工课，这做牧师人最少嘛有私心嘛。但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敢拢安尼拿定？上帝伊的警调去的人是会通办赞迄间教会。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请你会记，你是基督徒，你就要时时刻刻准备好你家己，会通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甲听堂。无只死到要用，你用袂出来。真正，牧师会安尼讲，就是我有即款的经验嘛，做无好的经验，逐个无够透，所以一时迄圣经才想袂出来，毋知要安怎解说。但是上帝袂因为安尼甲你气杀掉。我伫牧会的经验就捌安尼。
无法度供给这些青年灵命的需要，所以因拢走去北京教会。毕竟迄我拄啊牧会第5年，迄个伫国外牧会，要提供因的需要无够额，所以这就是我家己失败的所在。渐渐，上帝伫你牧会的过程，伊就慢慢啊咧甲你操练，慢慢啊操练。无形中你咧进步，毋然呢，你的个性佫会改变，往上帝的好来行。大家毋知会记得顶摆我有甲大家介绍我的名无？陈炳芬，咱大家看周报就知，周报的报告迄个分毋对，大家伫即个礼拜过程迄个分较对。我的病日是毋是一半火？哇，占一半吼，分下骹佫4点火，安尼有成雅斯罗无？有吼，会当大拍佫细拍呢，但是会记诶，要炖物件，就爱细拍，慢慢啊炖，才会好食，有无？这做妈妈应该知嘛。用大拍咧，一个就臭火焦，臭火焦你敢要滴？你规个拢拼掉去啊！所以，若安尼来讲，咱人伫甲人的斗阵的中间，毋好凊彩就发脾气啊！若照细数我的名，是我的脾气会足歹。讲实在，我脾气真正真歹。伫我还未信主进前，当毋当3字钟就喙就要甲人相拍。就我毋捌主啊，就用我的个性就安尼会，但是我袂做歹，我袂去共欺负。我敢会替人抱不平，替人出手拿定。但是上帝就要用你，互我知影以后就安怎，要好食，就爱慢慢啊炖，小火。所以即马变做大火、小火、自如去遐开关。所以咱的画面嘛是安尼。圣经佫甲咱讲，咱袂使凊彩就发脾气，因为生气的人无法度听上帝的义。请咱掀开圣经雅各书第1章的19节、20节。雅各书新约，伫希伯来书的后壁，雅各书第1章19节、20节。大家有ห็到啊未？有吼，19节安怎讲？咱伫所拄着的事的顶面，毋通安怎？咱着爱听，着爱安怎？爱紧吼，讲话着爱慢，个安怎？生气嘛着爱慢，是安怎讲话甲生气着爱慢？意思就是安怎？咱有经过真深的思考了后，咱较做的决定，安尼较袂失误，也较袂去伤害到人，也袂去互人去误解。但是咱要听得爱紧，人咧讲的意思是啥物？你有注意？咱有伫咱的生活中间有感觉到？有时咱咧甲别人讲的，有诶别人是安尼，所以你会感觉你无受尊重，对无？那安尼你若发脾气，哇，系啊，真正就误解就强落去啊！千万毋通，人要安怎？迄袂要紧啊，互人骗一个袂要紧，无啥物，你也袂了一块肉会疼，袂啦，真正袂。所以三思而后行是足要紧的，因为你有深深思考，你的回应才会水，你的回应才会帮助着别人。所以基督徒伊所活出来，就是要甲人分享上帝的恩典甲疼痛，因为咱拢安怎用真心关怀别人的灵魂活命，最上要紧的焦点。上要紧的焦点就是会得救。咱传福音是要帮助人来得到上帝的救赎，
毋是你有法度讲你要救赎，伊是上帝的权利。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尽量互上帝用，上帝的确要用你。所以，你要成做上帝所动用的工人，请会记的，就好好装备你家己，上帝就要用你。因为你安尼才有法度，实际带人入伫上帝的救赎的路径。这第三点，第三点，实际带人入伫得救的路径。安尼你就会当互你甲大家安怎，会通彼此的欢喜佮快乐。为什么？因为咱拢是得救的人，心内就无有重担，也无有什么款迄款的讲，我无法度去面对的。即使我的气力无够，我阁有上帝通靠啊！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伊是上大的上帝，无有人会通赢过伊。所以你就无有什么款的烦恼啊！上帝也会教咱跋倒，你就爱起来，就是家己爱爬起来，爱上帝伫边仔陪伴你，唔好跋咧拢啊赖伫遐讲上帝啊，这你的工课你就爱带我起来。咱有气力，咱就爱家己起来啊！伫咱无法度的中间，咱就安怎？追求上帝来帮咱，所以咱心灵内面时时刻刻，互上帝点伫咱的心灵活命的内面，咱就无什么款的烦恼，因为上帝伊要引带我伫所行所做，拢合宜伫伊所欢喜的事的顶面。安尼你就真做美好的基督徒。咱的教会叫做什么名？公园对无？公园的意义是啥物？有芳花，还阁有啥物？逐个人拢会使来水，啊个芳花嘛是水的，毋是歹哦。可是公园就是安那，互人拢欢喜入去的所在，对无？但是咱教会有互人拢欢喜要入来敬拜上帝无？若有，牧师要甲你讲恭喜；若无，继续加油，好无？互人的教会毋是安尼空空遐济椅啊，无人坐，毋望会通坐满，甚至咱阁会通去开拓教会。互咱的教会诚做舞会，伫有需要的所在去传扬福音，去开拓教会。真正这就是咱公园的意义。公园的意义，互人有休困无？互人会通得到安慰无？拢有多。你若认真去甲思考，公园这个名实在真水。所以咱的教会有水无？较肯定的好无？有。咱的公园教会较是水，因为咱要将上帝听福音来带互别人，互伊真正会通进入伫上帝救赎的路径的顶面，互伊会通得到救。这就是咱的目标，这就是咱的工作，这就是咱的使命。所以咱唔好当算讲这救恩我家己要得到，我无爱甲别人分享。那呢，你家己的嘛无去，因为上帝袂爱这款的人。上帝伊所爱，就是欢喜，照伊的教示一步一步去行，佫是倚靠上帝来行。安尼，咱就要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咱做伙来读结论，好无？来，咱做伙来读台语的哦。来，请，亲爱的兄弟姊妹，人生有侪的变化，但是真正精彩的人生，是在经历的过程中所体验出来，并活伫活命的行道中。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活命，会互人欣赏，就是基督徒会互别人，因为因家己来得到永远活的福气。请会记，有侪人会因为你来得到福气。这敢毋是上帝对亚伯兰的呼召，敢毋是
上帝也对咱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请咱会记得，着互别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因为你是基督徒，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甲阮同在。而这个主日是玉山圣学院因的奉献主日。在这个主日的中间，大家特别要来致意颁赞玉山圣学院因一切的需要。佮伫即届的4月初3的大地震，佮前有早前的风台所造成的这伤害，因必须爱一步一步去恢复。总是因的经费无够，需要大家来奉献佮颁赞。因也努力伫培养传道人的侍奉的顶面，无因为的灾难的发生来停止，反倒当因搁较要加强伫遮的努力的顶面，来造就最好的传教者来为主传扬福音，带人归入主的性命。主啊，感谢你拣选阮公园教会。众兄弟姊妹，大家拢真做公园教会一员，因有责任欢喜来传扬福音，带人归入主你的圣名。求主你颁赞，互公园教会真做这个地方的光塔，会照亮最的所在，互黑暗的人心灵黑暗，无搁再点伫黑暗中。反倒当要进入到上帝的疼痛的光明中，甲人分享上帝的疼。主颁赞阮每一位愿意互主你来用。主啊，颁赞阮亲像以赛亚安尼誓约讲：主啊，我伫遮，请你找我，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诗，请起立圣诗第535首。福音声声得大胆。
大家注意，今仔日有两个款的茶啊，一个是玉山神学院的茶啊，是经常费；一个是咱教会的奉献茶啊。啊，顶头请注明玉山重建，哈，修建，好，这是请奉献的同工。阮伫天里的阿爸伯，阮全然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每时刻拢保护阮，赐予阮平安、喜乐，甲够用的金钱甲智慧。即时阮要献上少少的金钱，互教会的事工来录用，安尼。靠主的名，阮要定定祈祷感谢，阿门。阿门。请坐。这是来报告。本主日，咱欢迎陈炳勋牧师代表玉山神学院来本堂讲道请安报告。本主日，咱本堂的黄牧师，代表玉山神学院，前往德北教会来讲道。第二点，本周三5月22号，福禄团客要前往百吉休闲农场脚板山一日游，求主保守。第三点，青少年情感教育父母成长课程。为5月23拜喜，每周四上午10点到12点有6周的课程。那请有要报名的家己来报名。第4点，幸福小组伫5月4号到6月30号有2周，每周日跟礼拜六的下午。好，那大家有要邀请 best 会使邀请关心带动。第5点，基要真理造就课程在5月29每周日的早上，在701教室由新白长老跟东丽长老主理。第6点，美必谷伫暑假8月1号到3号伫圣经学院有举办升国小到小2到小6的这个儿童营会
早鸟费用是3000块，欢迎大家小朋友来报名参加。请陶思源姐报名，甲陶思源姐妹报名。第7点，国中生今仔日甲昨仔甲今仔日是国中会考本场有几位国中生参加，请关心台岛。教界消息，请大家看今仔日敢有心内的朋友？好，安尼咱来唱上行389首，咱唱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恁逐人平平安安去，伫恁生活的中间，主神旨意伫上帝的话语的教示，甘心乐意顺畅来行，通得到天父上帝的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三合一的，到伫永世代无煞，奉主耶稣的名求甲祝福，阿门。请坐，请密倒，线。